今日咧同大家介紹呢個位於跑馬地鳳輝台7號嘅低密度平房。呢個單位咧實用面積有771尺，而有一個入契嘅天台559尺嘅。呢個單位咧業主仲喺呢度做咗一個 skylight， 非常之特別，帶大家慢慢參觀下。由大門入嚟咧，我哋先經過呢個飯廳嘅位置。呢一個 skylight 咧絕對係畫龍點睛啊！令到呢個單位咧充滿咗陽光，開放式嘅廚房。呢個 skylight 咧，業主喺度做咗一個電動嘅窗簾，非常之方便。門口玄關嘅位置咧，呢度亦都擺咗一個鞋櫃，藝術感滿滿啊！呢個咧就係客廳嘅位置，有一隻好大嘅窗，採光率都唔錯喎。對面咧就係一部大電視嘅電視櫃啦。業主喺度做咗個分隔門，有 guest 嚟嗰陣時候咧，可以將呢度變成一個客房喎，用途都非常之廣泛。最特別咧係呢個隱藏式嘅浴室。推開呢個書架咧，我哋就見到呢個客廁啦。呢度咧採取咗企缸嘅設計，而旁邊呢度咧亦都擺咗一個洗衣乾衣機。呢度咧就係主人房，三邊落床，旁邊咧有一個大嘅衣櫃，仲有一部大嘅電視。而主人房旁邊咧就係呢個 walk-in closet 啦，裏邊咧有一張書台對住一隻大窗，呢度嘅儲物量咧都非常之豐富喎。呢個主人房嘅浴室裝設咗電子嘅坐廁，業主咧亦都將呢度做晒地暖。企缸嘅設計，天台嘅位置，呢個位置咧就係天台，實用面積咧有559尺，係一個入契嘅天台嚟嘅。呢度咧業主裝修得美輪美奐。呢個咧就係客廳嘅 skylight 位置啦。沿住呢條石春路行入去，我哋就嚟到呢個方方正正嘅天台，旁邊咧就擺咗兩張曬太陽嘅椅，有一個10人嘅大餐桌喎，招呼朋友喺度談天說地，非常之舒服啊！而天台嘅旁邊呢度咧，亦都做咗一個洗手盆，下低咧有好多儲物嘅空間。呢個 low rise 嘅樓梯咧，業主亦都喺度做咗個冷氣機喎。大廈嘅入口大堂，信箱嘅位置，鳳輝台7號大門嘅位置，跑馬地鳳輝台7號嘅外形。呢度嘅樓齡咧就52年，單位總數咧有16伙。大家如果想睇呢個跑馬地嘅平房連天台單位，俾電話我啊，我電話952312228。